台语点字推广母音。第三讲u第一、第三、第六点，甲英文的 u 相同。第一条 u 第一、第三、第六点，加后壁第三、第六点。污污染污染。第二条 u 第一、第三、第六点，加后壁第二点。宇宙。第三条第一、第三、第六点，加后壁第三点。语话。第四条是入声第一、第三、第六点，加后壁第二、第六点。考仔。第五条第一、第三、第六点，加后壁第二、第三点。其余。第七条第一、第三、第六点，加后壁第二、第五点。有言。第八条是入声第一、第三、第六点，加后壁第三、第五点。好，就先安尼，后摆再来继续讲哦。